小朋友咧，如果成日頭出汗咧，有可能佢嘅頭髮密度過高，密度過高咧要透薄啲頭髮，因為佢散熱咧係好困難嘅。第二咧，如果佢啲位咧俾啲頭髮完全擁住晒，加上個枕頭散熱唔到咧，要用啲冰涼墊喎。如果佢瞓覺嘅時候，冰涼枕唔用枕頭㗎。佢唔用。OK，咁咧佢唔肯用係嘛？咁你焗住之後咧，佢啲嘢嘅出汗咧就要犀利。3、4點咧係天氣最寒冷嘅時候，如果有寒咳喺身體上面咧，好容易發作。BB 咧照意咧立冷氣，唔好俾佢凍親啲手腳，凍親手腳咧好容易凍親。一到夜晚3、4點就會發作，就會咳啦，呱呱叫啦，就會咳得好犀利嘅。呢個咧就係寒咳嘅特徵。俾啲牙我睇下咦。嗱，呢隻小朋友嘅牙齒咧，如果特別細嘅話咧，好多時候咧，由於佢哋牙齒鬆軟或者牙齒冇力，所以咧你哋咧整嘢食俾佢咧，一定要切碎同埋容易咬、容易食先得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哋咧係就住咬，所以你食一碗飯成1個鐘頭，就係咁嘅原因啦。你切碎啲咪冇事咯，你整肉餅咪得咯，你整啲難咬嘅，半個鐘頭咬唔到啊，咬下啲嘢凍咗食落個肚仔就越嚟越差，腸胃消化不良就係因為咁嘅原因。小朋友咧，由於手汗過多，手汗多喺我哋嘅皮膚身上咧係容易發酵同埋惹到細菌，咁惹到細菌之後咧，其中一隻菌咧就叫做癬咧，係啦，就係真菌類嘅，就會令到我哋嘅手呢度咧會出現咗啲紅疹。如果佢單側手指一個局部嘅位置有呢個情況咧，一般嚟講咧係真菌引起嘅，係癬嚟嘅，唔使驚，強項。如果你嘅細路仔有呢啲嘢咧，歡迎過嚟，我幫你一嘢搞掂佢。小朋友咧，如果手汗過多、濕氣重嘅小朋友咧，如果係冷氣地方，佢哋係特別凍，因為一件濕咗嘅衫喺個凍嘅地方咧，佢凍到咧係入心入肺，呢啲咧好容易產生鼻敏感、流鼻水同埋個免疫力咧好難好嘅。咁所以咧一定要同佢曬太陽，每一日咧最少要曬半個鐘頭。另外咧減少飲凍嘢，注意保暖。佢呢個情況咧着長袖衫瞓覺。如果唔着長袖衫瞓覺咧，個鼻敏感好難好，因為個手全部都係凍嘅。佢嘅凍咧咁樣由呢隻手逼佢去到度，去到個鼻嗰度嘅，咁令佢好難會好得好嘅。孭 BB 嘅家長記住咯喎，用呢個腰封咧，好容易會引起腰痛嘅，因為咧佢由於時間太長啦，佢接住啲氣血咧，好容易咧令到個腰咧會覺得有啲疲倦。好多媽咪都用，好多媽咪用啊，但係咧你唔出街就唔好用啦，用一陣最好咧就叫你嘅工人或者叫你老公去整，係啦，因為你哋相咗之後咧，你又要湊 BB 又要攞嘢成嘅咧，你呢條腰咧會痛上加痛嘅，咁所以咧大家要記住呢件事。